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atherine 溫哥華嘅地產經紀，了解到好多喺溫哥華生活咗一段時間嘅長輩，當年由家鄉移民嚟到加拿大，一家大細努力打拼，通常都會買咗一間大屋，建立屬於自己嘅家。但隨住環境轉變，人生階段唔同，仔女大咗搬走，生活習慣改變，好多人心裏面都會諗，係咪都係時候大屋換細屋，過翻啲簡單啲、輕鬆啲、自己享受嘅生活呢？今日就等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大屋換細屋，原來真係可以過得更自在，住得更加好，真正做到小宅樂遊。以前成個家庭住大屋，熱鬧又開心，但而家仔女大咗，各有各生活，屋企就得返自己兩老，日日都要打理成間大屋，剪草、鏟樹、清潔，樣樣嘢都要做，真係攰㗎。屋大反而咧就會變成負擔。其實人生去到某一個階段，係唔係要住得大就開心，住得舒服其實先至係最重要。如果你都有諗過係咪時候要換間細啲易打理啲嘅新屋，唔好猶豫，歡迎揾我 Catherine 604-445-4804，我一步一步陪你計劃，幫你住得更加舒服。